同志没回去，元旦要懂事咯。哎妈，搞乜呢？这个，我们跟哪有去路啊？在屋底家安排跨年夜了嘞。哪个路？就嚟的吉路。你叫你講吉路都要當天妹。那什麼都哪個路？喂，等你講你手裏老寫寫，你給你講溜了嘞，你啥事你幹的哪哈？去路看到你去路嘞，你給閩南講是個我南去路跨年是誰喲？俺的本來是娘的帶着這時間配還對，你認為的呢？哈，等聽哈。闽南講溜了，確定哪回老啊？那出的李恩有得呀個對個講，你講搞些地的做老？什麼喲？我拿少呀，我都別想連破爛不能給些牛肉了。講電腦在哈，你認為這個已經突破的了？少的講出來，那都不本壞。打起來你本難給對，你得給給本難哦。那天你要少的少品類了個，他曬狂，我當你少的呀，這都是小孩都不很別給了個。啲家咧冇錯，哎呀，怪不過佢死要對咯。啲家衝個死咧會，搞些出啲阿媽個咯。啊啥嘅？啲就在鋪上誒。小心這麼多，玻璃出嗰度怪你給出來了咧。不不叫你講哪個咯？啲家都怪要出來了都怪喲，啊都哪個咯？我操你那快一點啊！那老子給我這死了。